開放萬尺玩具倉行線，古仔做導遊氹細路。你叫咩名？你叫咩名？你我抱你上去啦！唉，近萬尺地方過1000件玩具，其中50-60件仲要係絕版1:1真人公仔。哇，天堂啊！快啲影啦！不過呢度就唔係玩具博物館，而係古仔私人玩具倉庫，從來冇公開展覽過㗎，只係間中招呼朋友上嚟欣賞下嘅啫。早排喺蘋果日報慈善基金安排下，仲有受惠家庭好開心咁入去參觀添。嗱，咪睇古仔咁酷啊！其實佢好興奮，成個大細路咁㗎。打佢！嚟呢度跳舞嘅我嚟，係啦，跳啦！跳舞。呢日最開心嘅都係媽媽們啦，見到古仔真人喎。郭太家人上年因為意外離世，古仔仲捐過錢協助佢屋企人㗎。好好人啊，係啊，第一次見係嘛？係啊係啊。咁你嘅感覺同你之前想象有冇？有，原來古仔好有童真㗎。咦？咩嚟嘅？燈燈喎，燈燈啊！嗱，咁多小朋友都湊得掂，新晉好爸爸係你啦。發現啊發現，見唔到人。頭先可唔可以影到？男神做記者，3月10號晚，蘋果娛樂即時開工。